涉及到一個咧立體版嘅 PR 等於 2A 啦。嚇，咩叫立體版嘅 PR 等於 2A 啊？咁有一個簡單啲嘅講法先，一個 cube 啦。呢個 cube 咧，佢入面有一個 inscribed sphere，即係有一個咧叫做內接球體啦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揾到個內接球體嘅半徑咧？咁當然由於呢個係 cube 啦，咁啊簡單啦。例如呢個邊長 L 嘅話咧，你正面或者四面八方去睇咧，呢個內接球體嘅環切面咧，其實都係由於佢要切晒呢4條邊啊。咁所以你好容易見到咧，其實佢嘅直徑就一定要係 L 嚟嘅。咁啊半徑就係 L 除2。嗱，我以呢一個作為一個起點啦，去同大家去推理咧一個四面體嘅內接球體佢嘅半徑係點樣揾咯喎。好啦，咁如果入面有個球體之際咧，我將個球心即係 centre of 個 sphere 球心咧，就作為譬如叫做 O。咁以呢個球心咧，就將呢一個 cube 啦6個面嘅係啦6個面啦，拆做6個金字塔。點解咁做咧？因為嗱，以第一個金字塔為例啦，你會發覺由於呢個係球心啦，咁作為一個 inscribed sphere 啦，我哋呢個球心咧落到地嘅垂直距離應該要等於佢嘅半徑㗎。所以咧，同樣道理，呢度總共有6個面。咁如果有6個面嘅話咧，即係呢個球心佢落到唔同嘅面咧，總共落6次地。但係由於佢係 touch 嘅個做法，所以呢個最短距離、垂直距離都一定係半徑。於是我哋就會有咧呢個正方體啦、立方體啦 ，L square 係個底面積啦，乘 R，OK，底面積乘高，然之後除翻3，總共有6份㗎，咁啊乘翻呢個6。有6種呢一個錐體咧，個尖尖係以球心作為依歸，球心射落去錐體嘅底部咧，最短距離即係高係個半徑嚟嘅，等於翻成個 cube 嘅我哋嘅體積，咁就即係 L 3次，長乘負乘高。於是你調一調位咧，就有2啦，L 2次 R 啦係等於 L 3次，再約咗 L 2次咧，得出2R 對 L， 咁得出咧 R 就係頭先所謂嘅結論咧 L 除2啦。咁呢個係立方體嘅版本。咁樣金字塔嘅版本咧更加簡單嘅，四面體金字塔啦。以一個四面體金字塔為例咧，咁如果入面有一個球之際，咁呢個球當然係會四方八面，冇八面啦，係四方啦，四方咁樣咧，俾呢一個球體係 touch 咗㗎呢個金字塔。所以如果我哋以呢個球心作為依歸嘅話，又將佢斬開4份，咁我哋就會發覺啦。呢個金字塔體積如果叫 V， 我叫 V 大，我哋可以寫做4個小 V 嘅。呢4個小 V 係點寫咧？就係首先地下嗰塊啦，我叫底啦 ，base 啦，乘 R，OK， 底面積乘 R 除3，加咧左邊嗰塊我叫做左啦，乘 R 再除3，同樣道理右邊乘 R 再除3，最後係啦，咁正面嗰度左邊右邊正面 A 正面又乘 R 再除3。其實個道理就即係話咧，我咁樣連啫嘛。球心落到地嘅垂直距離係 R， 於是係得出咗一條公式啦，就係 R 等於咧 V 大啦乘3啦，除翻總表面面積啦。咁可以用呢一個體積守恒法咧，去計到 inscribed sphere 內接球體嘅半徑嘅，就係咁啦，在座。